1996年，吴志明市伫台北的经贸办事处，经过多方的努力，伫当地创办一间台湾学校。有的学生是当地台商的子女，有的是台湾甲越南跨国联姻的第二代。近年来更加吸引到日本甲韩国真侪学生来读，希望囡仔自细汉就学中文。随着这个越南经济快速发展，这间学校特别注重中文、英文甲越南文3种语言的教学，嘛透过多元文化的激发，开拓着后一代更加广阔的视野。翻看台湾的教育体制，文化融合甲国际交流的脚步，是爱赶一个速度咯。早时7点半，吴志明市台湾学校校长徛伫门口迎接学生囡仔。有的囡仔也阁爱困，因透早5点就起床，坐2点钟的车对平陽工厂到吴志明市，因为这是过越南唯一一间台湾办的学校。甲一般的台湾学校同款，早时时间播送国语歌，嘛有教台语歌。唱歌跳舞之间，有的囡仔跳舞写舞嘛对咧学，因有2成左右，拄入来时阵无啥会晓讲中文。好亲像小学联合国，这个学生除了台商的子弟以外，也有不少学生家长是外派来越南的外商干部。校规礼仪连体4个字，就伫大楼的外墙，所有课本对台湾海运过来。1997年，吴志明市台北经贸办事处伫台商的协助，筹造这间台湾学校。政府经费无够，台商就募款集资，出钱出力，将校舍一栋一栋起来。经过20多栋的融合，台商伫越南落地生根，听伫这的囡仔增加真侪台湾爸爸、越南妈妈的新二代。我在家，我跟爸爸会讲中文，那跟妈妈的话，可能就是2个语言一起讲，就是粤文加中文。像林诗云安尼伫越南大汉的新二代袂少，因伫越南接受台湾的教育，多数利用寒暑假等于台湾看阿公阿嬷。台湾对因来讲是一个无共文化视野的第2家乡，因当中有8成依然希望等于台湾读大学。你厉害的地方，语言吧，还有我在越南就是看到不一样的东西。对，我可以跟他们分享啊。回台湾读书的话，你可能会担心什么吗？因为我们在这边其实真的就是课业压力，就跟台湾高中生比起来，课业压力真的就是相对没有那么大。对，所以会担心就是学业上面的表现吧。事实上，愿意看海到越南教书的台湾老师并无多，教学丰富性嘛不比台湾。这是真侪台商无愿意互囡仔对来原因之一。这边的孩子，他的生活的环境都是那个越南文，然后他的看到的、出去的、使用的生活化的东西，像那个钱币各种东西，都是越南的部分。还有很多大部分的妈妈都是越南籍的妈妈，对，所以变成他的母语也是。所以在有时候在读写方面就稍微就比较弱一点。如果小朋友这边就学的时候，未来回到台湾，他的教育上竞争力会产生问题，这是唯一台湾的父母一直放不开的，因为他觉得我终究小朋友还是回到台湾。可是欧美国家来讲的话，他们最后面他不是想要回到自己的国家，他们小朋友是未来是全世界去工作跟做不同的挑战。甲台湾公立校无共，外暑假英语、越南语每礼拜有6节到10节课，校拢会当看到这中华英3个语言。学生学到若是语言的基础，大部分拢是这课本所写文化融合，而且每天拢会当实际体会。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，不管是学生的互动，或者是我们的教师的教学，要越来越国际化，因为我们相对。我们4周通通都是国际学校，无形中教育无国界的这样的视野呢，胸怀就要在我们舞台下来萌芽。这里是哪里？
就是加拿大学校。胡志明市国际学校这条街，除了台湾的学校，也有加拿大、日本、韩国学校。周边是各种无同的国际幼儿园，搁较远的另外一区有美国学校。教育的国际化竞争无输台湾。近年来，台湾高中毕业生到越南读大学的比例一直升悬。以澳洲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胡志明分校来讲，台籍学生已经增加到20外个人。我没有上过台湾大学，所以我还不知道台湾大学上学的感觉是什么。但是我这边上学感觉是，你真的要用功，然后因为可能旁边都是越南人吧，然后我也不想要输。就惊成绩歹，剩家己的面子，嘛输掉国家的尊严。伫海外读书面对的是各个国家学生的竞争，但是嘛因此因连接到无同国家的文化，开拓视野。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的朋友圈里面不再只是台湾人，就不只仅限于台湾人，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国籍。然后我们的朋友们可能会是斯里兰卡人，或者是法国人，或是越南人，或者是很多韩国人啊。认识其他人，当然就会有更多其他的机遇，就是你会有不一样的机会可以去拿到你的就是工作啊。对着未来，因已经有了拿到。我们路毕业了后，想要到各国去看看咧，才搁倒来越南工作。为翻转找到家己的兴趣，所谓设计，无论伫越南或者台湾，或者是其他的国家，对伊来讲已经无国界之分。这款的少年人伫越南胡志明市愈来愈多。对竞争力来看，台湾超过23%拢是大学以上学历，越南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只有占全国人口的9%。平均薪资，台湾大学毕业生是28000，越南是相当代表1万。虽然台湾较优势，但是值得思考的是，伫外资加速器的推动下，规动了后，彼此实力会如何消长？台湾之间会出现什么款的变化呢？